康健健康焦點聚焦健康時事。伊波拉病毒疫情升級，世衛列為國際關注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剛果民主共和國及烏干達嘅新一輪伊波拉疫情構成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今次疫情由本地報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區域傳播風險較高，當地已出現多宗疑似及確診個案。港府已啟動伊波拉病毒病準備及應變計劃下嘅戒備應變級別。衛生防護中心指會密切監察海外情況及世衛建議，並喺機場加強對由非洲抵港航班旅客嘅健康篩檢，包括體温監測及病徵評估。懷疑個案會轉送公立醫院隔離治理。伊波拉病毒潛伏期一般為2至21日，初期病徵似感冒或腸胃炎，例如發燒、嘔吐、腹瀉、頭痛及肌肉痛。病毒主要透過接觸患者血液、體液或受污染物品傳播。根據衛生防護中心資料，伊波拉病毒爆發平均病死率約為50%。市民如曾到受影響地區，回港後21日內不適，應立即求醫並告知外遊記錄。